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全世界有2成5的人心理健康出问题，有不安、忧郁、焦虑甲失眠的症头。台中市卫生局结合相关的单位举办博览会，呼吁大家正向来面对，重新加入人群来生活。 囡仔跳舞展现活力和健康，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，真侪人心理走逝去，可能家己嘛唔知影。台中市卫生局带头和真侪工会合作，推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博览会活动。我们每年9月、10月都会变成我们的心理健康月。 好，那卫生局会大力来推动这些相关的活动。博览会内底有真侪单位有活动游戏，带大家来正面面对家己心理问题。那会觉得心情对其他的事情不会再感觉到兴趣，那这些可能都在告诉我们，应该要开始试着看看，找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来协助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这样子的感受。透过这个活动，希望让后者民众会当更加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